新安别日啦，阿古啦，伊读耶稣，甲我通着爱，嘛为着我的性命捌替死，毋拿我感谢因，就外邦的正教会嘛是安尼。搁新安就伫伊的家的教会，新安我所听的100年好，伊是亚细亚头一个属基督的。新安玛利亚，伊捌为着顶侪着寒。新安我的亲戚安东尼古。尤尼亚，因捌甲我同冤家，有名声伫使徒中，搁代生我欠伫基督。真安按别日，欠伫主，互我所听的。真安伫基督甲我同着活的尼巴洛，以及我所听的主代表。真安。阿比力伫基督有经验的，亲安阿里地堡家内的人，亲安我的亲戚比罗天，亲安拿起手家内踮伫主的人，亲安伫主着我着我的好归纳。好富萨，真安所听的知识，捌伫主济着我的，真安伫主得着应选的老婆，甲伊的老母，嘛是我的老母。真安阿顺基督，有日间约比巴拿巴约马。以及家丁异地的兄弟，真安为勒古甲尤利亚、尼利亚甲伊的姊妹，搁俄林巴以及甲因异地的信徒，请陈牧师讲到第8是因的故事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一个咱要念第2首的圣诗512首，就是咱教会联邦上长老的查某囝林怡安姊妹所做的。所以伊的诗歌嘛有143首，是伊所做的曲。所以咱看咱即马所用的即个新的圣诗，其实已经毋是新的吼，伊是圣诗吼。这本圣诗是接真济吼，以前咱所念的几百年前的圣诗。嘛有现代的诗歌嘛有吼，所以亲像咱诶圣经所看见咱的，咱就唱新歌来学老主，所以咱来定定学习用新的歌来学老。今仔日咱进入罗马书的上尾章，我想咱内心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民族性的无同，所以咱对死亡的态度嘛有一寡会无共款的态度，这会当对亡仔顶悬亡仔。白顶悬的迄个文字会当看出来，伫华人的文字大部分拢是刻人的名、出世甲过身的日期。基督徒上济是伫顶面刻一段圣经节，但是咱看外国人的亡牌较毋是安尼。有一个人的亡牌是安尼写讲，伊以前真大苦，但是伊现在甲所有倒地的人同款，瘦甲剩骨头那尔。372235 RIP， 恁敢知这是啥？这是美国女影星玛丽莲梦露的木牌文，真侪人拢毋知这是啥物意思，到尾才知影讲这是伊3回的数字。数学家的王牌咧，古代希腊数学家一个叫丢曼多的，伫伊的王牌里面有刻一个安尼数学的题目，伊写讲过路人这个王牌做的是丢曼多。伊性命的1/6是幸福的囡仔世界，性命的1/12，12是真少年的时期。
互伊生命1/12是青少年时期，佮过生命的1/4，伊甲结婚，结婚了后5年有一个囡仔，囡仔活到伊老爸一半年龄就过身，囡仔过身了后，即、个着蛮多，佮痛苦内面佮活4年，才结束伊伫世间的生活。过路人啊，你敢知影即、个着蛮多的年岁吗？这是出一个数学的题目，互人来着。16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鲁道夫，伊用一生的时间来算出迄个圆周率，所以伊算甲是派后面的35位，所以伊伫伊的王牌顶面就写讲派等于3.14135个字，拢写落去。咱想看卖，文学家、文学家的王牌应该是真有学问吧？海明威咱拢知影，海明威的王牌顶面是刻讲原谅我，无要搁起来啊。英国的文学家萧伯纳，伊已经活到94岁，伊的王牌顶面嘛有刻讲，我早就知影，无论我活偌久，即种代志一定会发生。伫英国惠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王牌内面，有一个王牌材质真普通，顶悬嘛无名无日期的安尼一块王牌，但是伊较世界出名，因为伫伊顶面有刻有一段安尼的文字。伊伫遐刻讲，当我少年的时，我的想象力毋捌受到限制，我的梦想是要改变即个世界。当我长大了后，我才发现我无法度改变世界，所以我将我的眼光缩落底，决定要来改变我的国家。当我进入晚年，我发现我无可能会当改变我的国家，所以我最后的愿望是想要改变我的家庭，但是这嘛无可能啊。当我倒入眠床，要过身，我突然间意识到，如果一开始我敢若改变我家己，然后做一个好的模样，我有可能就会当改变我的家庭。然后伫家庭的帮衬甲鼓励下面，我有可能会当为着国家做一寡代志。谁会当知影咧？无一定，我就会当改变这个世界。一段非常值得咱外地人去思考的一段话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想过，你要用什么款的一句话来描写你的人生？也是你要用什么款的话来交代你的子孙咧？我讲的若是财产尔尔，咱来当安静心来思考这个代志，就表示咱对死这项代志已经准备好势啊。伫几礼拜之前，有一位同病姊妹，伫清醒的时就甲我交代好势，伊过身了后所要办的一切代志。嘛有人已经将伊个别礼拜所要放的影片交代互我，已经放伫我的电脑内面。我想一个人的确爱准备心来思考关系死的代志，交代好势，毋是放互其他人伫遐烦恼要安怎办。因为咱基督徒毋免惊感觉欠损，因为咱知影这是每一个人拢会拄着爱面对的代志。并且咱嘛知影讲，咱过身了后是要去到倒位，所以咱毋是用惊的心来思考这个事。我今仔日会用这个王牌文，会用安尼一个问题，互咱来思考，是因为今仔日经文有一个真大的特色。咱想讲罗马书上尾章记载遐尼侪人名，是保罗落尾请安，应该无亲像进前这个经文有遐尼大神学的重要性。但是，即章是保罗介绍伊当今上侪伊一个所在，所以咱会当伫遮看见，保罗伊毋是孤单的。伫伊几啊摆宣教旅行的内面，有真侪忠心的同工甲伊伫遐做伙奋斗。另外，保罗伫即段经文所请安的26个人的内面，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因伊家己的故事。对这个故事，咱嘛会当看见。当时教会规个群体的故事，这26个人的名中间，有的是甲保罗较亲近的，咱要安怎看出来？就是保罗会伫因的名的后面加上一寡的形容，亲像请安、得基勒、阿布勒，伫基督耶稣甲我同着外，也为着我的性命捌摒死。毋但我感谢因，就外邦的真教会也是安尼。佮请安组织伫伊的家的教会，请安我所听伊以巴尼土，伊是亚细亚头一个属基督的。请安玛利亚，
伊捌为着恁做做着我，请安我的亲戚安多尼古、尤尼亚，因捌甲我同关家有名声伫使徒中，我大心我点伫基督。请安按别离点伫主，互我所听的。请安伫基督甲我同着我的尼巴奴，以及我所听的士大国。请安阿比利伫基督有经验的。请安伫主得着我的土卫人土奉萨。请安所听的知识，甲捌甲伫主内面做做着我的。请安伫主得着竞选的罗伯甲伊的老母，也是我的老母。所以咱看到这个记载，伫这人的名的后面有记载一句的形容，这表示保罗对因伫宣告工课顶面的肯定。有的人是直接甲因甲保罗同做工的，有的是伫背后伫遐支持伊的。所以咱今仔日要透过这人的故事，来看见这人安怎争做当时规个时代的祝福，安怎受到正教会的肯定。大先是咱一对真实的一对的夫妇，就是伯基拉甲阿夫拉。伯基拉是太太，阿夫拉是先生。因两个人伫罗马皇帝下令犹太人爱离开罗马时，因就离开罗马去到哥林多。所以保罗是伫第二届宣道福音的时，伊到哥林多来熟悉这对的夫妇。平常因是做工业的，就是因是车布卖的。因一面做工，一面传福音。了后，因甲保罗去到以弗所，伫以弗所，因嘛是开放家己的家庭，互基督徒伫遐聚会。几年了后，因两个人搁转去罗马，所以保罗伫遮写批互罗马的教会时，大先就用即对伊真实的同工来称安。伯基拉甲阿夫拉即个名伫新约拢总出现6摆。所以，咱看出因甲保罗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并且非常特别的是，伫这6摆的内面，有4摆太太伯基拉的名是放伫内心。所以，这伫当时父原的社会是真罕见的。所以，就有可能伫教会生活、教会服侍顶面，这个太太伯基拉比个先生搁较活泼、搁较扮演较重要一个角色。所以，伊通常将伊的名放伫先生的头前。伫这段经文，保罗嘛有提到这对夫妇，也为着我的性命，将家己为着我的性命伫遐拍死的。就可能这是讲因伫以弗所传福音的时所拄着的危险。咱若去看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，就记载一段经历。保罗甲伊的同工伫以弗所伫遐传福音。真侪人因为因所传的福音来信耶稣，但是这嘛挡掉一寡人的财路。当时有一个民众伫沂州，因为真侪人伫遐信耶稣，所以真侪人就无去迄个庙里去伫遐来拜这个偶像，所以伊的利益就受损。所以伊就使用众人来引起迄个暴动，来反对保罗甲伊的同工。好佳在了后，因安全来去着救。所以讲起即对夫妇，咱常常伫圣经内面看见，因非常特别的嘛是，即对夫妇无论迁徙去倒位，因拢会开放家己的家庭，来成做基督徒聚会的所在。所以无论伫哥林多、以弗所、罗马，拢有侪人因为因两个人的缘故，因的灵魂来得到拯救。搁来有一个叫做玛利亚的。保罗讲，伊为着教会做着我。即个玛利亚甲咱所捌的遐玛利亚是无共款的人。即个玛利亚有可能是一个罗马人，伫伊信耶稣了后，就真热心伫教会服侍。但是着我辛劳即个字，较毋是用伫领导者的角色。所以有可能，即位玛利亚即个姊妹，就是迄种人伫聚会煞了后，伊留落来，伫遐无闲、欠东欠西搬物件的一个姊妹。所以咱看伊虽然是一个赫尔啊微细的服侍，但是保罗纪念伊。接续是保罗的亲情，安多尼古、尤尼亚，因也是一对的夫妇，是比保罗搁较早信耶稣的。因真有可能是伫真早移民去罗马了后，但是伫五旬节迄天，因伫转来耶路撒冷过节，听到使徒
徒互信心充满，因无同款的语言讲起即个福音，所以当时因就信主，因就将福音带转去罗马，伫遐传福音，并且咱嘛看见，因为福音的缘故，因嘛捌互关伫监狱内面。按着你尼巴挪、士大古这三个人是奴才。阿比利有可能是罗马皇帝家庭中间的一个人，虽然咱毋知影伊有经过什么款的考验，但是保罗会安尼形容伊，就表示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信徒。搁来是一对托维纳、托护萨，这是一对对贵族家庭出世的姊妹。因的名意思真特别，这个托维纳的意思是窈窕。这个托护萨的名意思是真软的意思，但是因的服侍较毋是亲像因的名遐尔优秀。咱看见保罗对因的学语是啥？因为着主着我，所以因的为主着我，真做正面的祝福。另外一位比士，伊的名意思是对波斯来的俘虏。保罗称呼伊是所疼的，对安尼就会当知影，伊是一位年长的俘虏。伊已经伫教会完成真侪的工课，但是目前因为年长、身躯健康的关系，伫服侍顶面受到限制。但是咱看见保罗也纪念伊，伊请安。第13节有出现一个罗卜，伊真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15章内面所记载迄个罗卜。马可福音15章安怎记载即个人呢？伊讲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甲罗卜的老爸，对山场来按遐过，因便向伊杀甲去，来抓耶稣的十字架。一个人若互伊的后生的名来介绍伊，就表示伊的后生比伊搁较出名。所以伫遮是讲到西门，伊是亚历山大甲罗卜的老爸，所以即个罗卜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罗卜。咱来看即个西门，伫耶稣封顶十字架迄天，罗卜的老爸西门转来耶路撒冷过节。无想到伊伫真侪个人的中间，较互一个罗马兵掠了的，命令伊来替耶稣抬迄个十字架。所以伊的内心一定是感觉伊真衰，遐尼侪人哪会见到伊咧？所以伊一定是非常怨气，伊要完成这个任务。但是咱毋知影后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有可能伊就留伫迄个十字架的现场伫遐看。十字架迄顶面迄个垂肉的耶稣吸引伊的注意，就伫迄天，伊的性命改变了。原本伊是要坐到伫犹太人搬过节的宴桌，但是伫伊十字架看伊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现场离开了后，伊较诚做耶稣的学生，并且等伊转去伊的厝里，伊嘛带了伊的太太、伊的后生回家来信主。甚至栽培伊的后生，成做教会服侍者。伊的太太嘛，伫保罗传福音的时，照顾伊，就亲像是照顾家己的后生。其实伫即段经文，有真侪个人，咱已经无法度找到因的故事。但是相信保罗伫写即张批信的时，这个人拢伫上帝教会内面，真做真心的工人，并且因嘛真做其他人的祝福。所以，对这个故事内面，咱看见当时的教会有几个特色。第一，因拢是家庭伫家庭内面聚会的，所以除了做伙敬拜、做伙学习，因嘛会做伙食饭。嘛因为因做伙食饭，就发生亲像咱几礼拜之前所讲的，因为兄弟姊妹内面信心无共，所以有的人食这，有的人无食迄。但是保罗伫遐教导，毋通因为食物件伫遐冤家，毋通互相指责。因无论食也是无食，上帝拢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来接纳即个人，所以无有人会当有权会当来论断迄个人。对此，咱会当看见，这开放家己的家庭，真做兄弟姊妹聚会的人，因的心有偌开阔。这个人毋是特别有钱的好野人。
但是因就是愿意开放因的家庭，互兄弟姊妹来处理聚会，并且去招待因食饭。搁来咱看见，伫当时的教会是甚物款的阶级的人拢有，亲像头拄我所讲，其中有贵族，有罗马皇帝家庭的成员，但是嘛有奴才，并且甚物款的年龄拢有，有少年的，嘛有年长的。因无因为阶级无共来看轻别人。第三，咱会当对这26个名单内面，咱看见其中有9位是妇女，这表示姊妹伫当时的服侍顶面，拢留落真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这嘛伫当时真重男轻女的时代，是非常特别的一项代志。所以对遮，咱会当看见当时的教会真正就是落实，亲像保罗所讲的。无有犹太，也是迄个年，奴仆也是自由的，查某人、妇人人的分别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。所以我想，罗马教会当时的情景，有真侪值得咱学习的所在。亲像因伫教会内面，就是使用上帝福音的文字，互相配合。有的是领导的文字，需要因的时就徛伫头前。有的是伫无人看见的所在，常常伫遐付出，但是事工无分大也是小，无分重要也是无重要，因就是互相服侍，来成全圣道，来造就教会。另外，咱嘛看见因中间迄个分享的精神，较有诶会去照顾较无诶，甚至愿意开放家己的家庭，诚做聚会所在，佮提供因食饭。第三，咱嘛看见信仰拆毁因中间的迄个介意，所以因会当伫信仰内面来互相接纳。这个人的中间有贵族，有奴才，有少年的，有长辈，有的是有犹太教背景的，有的是对其他宗教才来入教信耶稣的。但是无人看轻别人，无人丢心势，因做伙敬拜，做伙食饭。所以我想，这是值得咱现代教会真心思考的一段经文。现代人真容易受到代沟背景的影响，来决定咱是要甲谁来做伙。亲像咱会感觉讲男性甲女性有无共款的话题，所以话到尾有分兄弟团体、姊妹团体。有的人认为少年的甲年长的讲无话，所以青年团体、少年团体就出现啦。但是咱看见伫圣经时代教会，因敢有安尼的困扰？因敢有找无话题、找无共同的兴趣的安尼困扰？无，为虾米因会当做伙伫遐聚会？我想就是因将真侪期待放伫主耶稣的过来，因为耶稣过来时，耶稣伫上天进前就是讲伊会过来，所以这信徒因真侪时间伫遐敬拜，伫遐学习主耶稣的教导。因共同的话题就是耶稣，但是现代教会会分遐尼侪团体、小组、牧区，咱的兴趣、咱共同关心的，敢毋是主耶稣咧？也是咱找到一个，互咱会当食饱、会当消遣的一个所在。所以，真个互我思考，现代人的关系遐尼啊疏远。安尼现代教会是要安怎来产生，亲像初代教会迄款兄弟姊妹遐尼啊连结、遐尼啊互相斗阵的迄种的精神咧。亲像咱的教会有2场的礼拜，但是久一摆的联合礼拜，敢有法度互咱2场的兄弟姊妹互相明白，来产生关系咧？感觉真困难。所以有可能咱伫同一间教会，咱毋知迄是啥物人。甚至咱有可能认为讲，迄是一个新来的人。所以我想，伫这过去2个月所发生的疫情，虽然是一个危机，但是我想这中间嘛有值得互咱思考、互咱改变的一个机会。受即个疫情的影响，所有教会的形态拢有真大的改变，其中咱嘛是共款。以前咱是习惯每礼拜组织伫遮做伙敬拜，
但是过去2个月时间，咱有真侪兄弟姊妹是伫厝里透过直觉伫遐来做礼拜。所以看起来教会真稀微，无啥物人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原本是上山教会伫交埔街的礼拜，但是伫迄个时阵是变做上山教会伫真侪无共款的所在伫遐敬拜。亲像一间教会分做几啊间的一个教会伫遐敬拜，同时间伫遐敬拜。这咱会当对前一阵仔咱所看的一支影片会当来看到，咱教会伫过去2个月兄弟姊妹拢伫做啥物的即段影片会当看见。真侪兄弟姊妹是规家伫敬拜时间做伙伫遐来敬拜。所以我想，咱伫结婚月日的时期，未来现在人和一定会哪来哪济，所以咱嘛爱有心理准备。过去2个月所发生的代志，伫未来一定嘛会阁发生。所以咱才扩大咱家庭教会的观念。虽然咱亲像初代教会开放家己的家庭，互人入来敬拜是真正真困难，但是咱会当学习因接纳出外人，款待需要关心的人的精神。特别伫咱的教会，有真侪兄弟姊妹是一个人来到咱的教会。因毋是啥物人，因的亲情，毋是啥物人，因兜的人。但是咱敢愿意用电话、用通讯软体来关心因，是毋是三不五时，请因会当来到厝里，甲咱做伙食饭开讲。当咱愿意诚做互相关心的群体，咱就是一群活的、愿意实践耶稣基督会听的一个信仰体。第二。要互咱哪来哪熟悉，咱会当做的就是落实咱互相带导。咱的教会有一个赖的群组，当兄弟姊妹有啥物紧急的代志，咱就会发送出去，请大家来带导。但是毋知影咱伫接收到即个消息的时，是啥物款的想法？哦，即个人发生安尼的代志，然后当做是看一个消息。敢若是一个新闻，看了知影即个人发生啥物代志就好啊。也是咱真正会放落咱手头咧做的代志，马上为着即个兄弟姊妹需要来诚心祈祷咧。虽然迄当时咱无法度归类伫即个兄弟姊妹的身躯边有着祈祷，但是代祷将咱靠做伙，正做合一的身躯。只要咱将人的需要放伫咱的内心。即个人就诚做咱的关心，所以有可能咱无法度伫教会拄着伊，但是咱不时用这名单去代祷，伊就诚做咱内心上大个迄个关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听到这个人的故事，听到因无当时教会的祝福，我毋知有带互你有啥物款的想法无？也非常希望咱会当来思考，咱本身会当做的行动。因为信仰毋是独善其身，毋是咱家己好就好。救恩需要咱带入去咱每一个所属、咱每一个团体内面，所以救恩需要咱带入去咱的家庭、咱的社区、咱的工作场合、咱的学校、咱的社会内面，咱做伙来祈祷。